上清早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1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卫福部团长办防治咨询会 ACIP， 昨下晡开专家会议，是决议开放6岁至11岁囡仔会当做半档莫德纳预防针，12岁至17岁的少年家会使做第3档。若特殊的族群，包括65岁以上的时段，长照中心内底的时段是开放会当做第4档。国人关心囡仔当时会当做新冠预防针 ，ACIP 20下昼开专家会议，决议开放6到11岁囡仔会当做莫德纳疫苗，2剂中让12礼拜，剂量是大人的1半，52克，上紧5月初开始做。就必须要先做家长同意书的一个调查啦。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说，可能他调查之后，再由教育局跟卫生局这边去安排进学校去校园去接种，所以这一块应该是5月初之后才有可能开始。另外，12到17岁青少年，伫做过最后一期基础剂了5个月，就让各自对加剂。也若是65岁以上的是大人，住伫长照机构，一个免疫力无好的大人，拢会使做第4剂。那这个是要跟上一次的追加剂间隔5个月才能够接种哦。那主要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年纪比较大，体抗力比较低。有家长议员担心囡仔做莫德纳疫苗的不良反应，对此台大公卫学院讲，莫德纳提报到 EMA 的资料，做2剂的囡仔保护力有到7成以上，验过7天内出现局部或者是规身躯非严重不良反应的比例真悬，主要是会痛、夜眩，症状会家己好，验过无人发生心肌炎或者是心包无炎。两者来讲，我想副作用本身在暂时的这样的一个报告里面看起来的这个短期的是差不多。那么至于长期的副作用，可能还需要持续跟监视。我们台湾并没有儿童的疫情只是散发性的个案，所以我们一定必须参考国外的资料。那所谓的利跟弊，就是你如果不打疫苗的时候，你的重症跟死亡率你预估是多少？台大公卫学院分析莫德纳加辉瑞2种疫苗。严重不良反应的比例拢正低，也拢会当有效预防重症。若是家长对疫苗有疑虑，会当甲医生讨论了才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2386个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上济有822例。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看这个办势，到这个月底有可能就会达到一天1万例。疫情拖真紧，确定病例日头增加。疫情指挥中心嘛放零点出来照会确诊者，总共有需要去病院的交通方式。目前是卡119叫救护车，也毋过总共有卫生局同意，嘛会使家己去，也是厝内人甲载去。国内一天确诊人数来到2386例，病例数比前一天增加4成，确诊数佫创下新高。其中以新北市822例上多，台北市471例，桃园市387例，基隆市191例，高雄市也逼近100例。统计中重症佫再增加9人，预计到即阵中症总计51人，重症5人。指挥官陈时中坦白讲，疫情正大规模来展开，预估到4月底，一天病例可能超过1万。增长的速度算是蛮快的未来所以我们估计这疫情会有比较大规模的展开不过还是希望它的速度不要太快，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谨慎把口罩戴好社交距离保持好。因应正前有2岁确诊查某囡仔，等台卫生单位指示就医，对卡入1922告别送入病院，等将近2点钟。指挥中心也修正上新版的确诊就医交通方式，若有紧急就医的需求，医院已通报119坐救护车的原则。不过，伫经过地方卫生局认定了后，用坐防疫的车队，也是由大岗位的亲友接送，也是伫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之下家己去。若毋是紧急就医加采检的，医院是以防疫车队为原则。等去厝隔离的人，医院必须坐防疫车队，也是大岗位的亲友来接送，也使家己开车，也是行路转去。是让卫生局的安排，因为他要解隔，基本上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在我们的相关的有电子围篱中，那所以能够最好是能够这样。那当然你非常，我刚才讲过，你自己觉得非常紧急，那及时处理。那事后如果真的是这样的紧急情况，我们也不会罚。但是如果能够的话，还是让这个程序比较完整，要不然警察他会有一点疲于奔命。
因应这疫情拖真紧，也有未来轻症伫咧厝的规划，指挥中心也新增定，确诊者伫厝照护管理指引，提醒确诊者若出现7大症状，像是喘也是喘气困难、胸坎痛、胸坎杂杂、人无清楚、皮肤嘴唇也是增加变青色的，另外无发烧，验过心跳每分钟超过100下，也无多食物件、啉水，24小时拢无尿，也是尿量明显来减少，拢必须赶紧叫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咧拖，防得做居家隔离的民众，即嘛愈来愈多。亲像新北市目前就有超过16000人咧居家隔离。那台北的疫情调查，即嘛拍算要甲简化。原本是调查确诊者发病进前4天去过倒位接触过谁，也毋过即嘛要缩短到前2天就好。李先生还好吧？里长电话是接袂离，民众们收到隔离通知，敢袂当出门。居家隔离爱踮伫咧厝里几天，里长一个一个回答。不过，大家确诊人数持续压悬，封口来隔离的人愈来愈多。跟我联系上的大部分都是在问相关问题，我会转介给指挥中心啊。大部分是心情上的抒发了。那现在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关怀的能量。根据指挥中心进行的统计，若一个人确诊，差不多爱208个接触者。指挥官但是中捌讲，无排除过一天会新增加1万例以上确诊，也就是讲，只要一天确诊人数超过1万人，就至少有8万人爱居家隔离10天，搁爱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即嘛有专家甲中央发声，希望会当缩短居家隔离的时间。已经在减灾了嘛？我的重点就是说，如果是打了3剂疫苗的人那么他的 PCR 如果是归阴性的话，就不要再居家隔离了。也若同灾区的新北市居家隔离的人数，目前累计已经超过16000人。居家隔离的作业赶袂赴防扩大的人数。新北市长侯友宜望中央会当简化作业的流程。如何采取更变通的方式来做？中央在整个制度面也要做好重新的思考。台北市长高文地20宣布简化疫调的程序。原本扩大隔离的对象爱追踪到确诊者发病的前4天，即嘛只要追踪到前2天。但市长嘛表示，已经有发公文给各单位，爱缩短疫调的时间。以前我们预料从14天到前面的4天，我们现在是要求做2天。针对中央建议缩短疫调的时间，新北市嘛决定要第日办理简化疫调的程序，减少疫调的时间，加来考虑重点的接触者。记者综合报道。在做伙关心天气，今日早起有一撮微弱的风面会通过北部的海面，中部以北会落地渐雨，各地早暗较凉冷。咱做伙来看分图。今日水气会豆豆减少，也毋过早起，即马早起是敢若剩中部以北的雨水较高，东部是不时会落地渐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过到了后，雨水就会减少北部嘛会转做侪云，温度嘛会回升。各地今日高温是28度至30度。今日西半部到大棚，尤其是台中甲苗栗爱细致。另外，西半部甲外岛今日空气品质嘛无好。若明仔载拜五下晡华南水气阁会到位。北部、东半部有地渐雨，拜6礼拜，加站的水气嘛有较高，所以天气无啥稳定。爱等到后礼拜1至后礼拜3，水气才会减少，天气才会真正稳定。高温有30度至33度，袂输热天同款。过昼嘛落西北雨，也是雷公雨。来关心中华公路2月中的是因为大粒石头落落来，公路总局抢修了后，昨昏拄开放3个时段通行，想袂到伫昨下晡4点的时，佫落石头佫放起，加载工程人员随封路有走出来，无造成伤亡。公路总局即马是表示，会先继续封路，封到今仔日的中昼，再看办事，看状况，决定敢要开放通车。山边的石头规个向中放来，工程人员赶紧走，真危险。哇塞！20下到3点半，中兴公路大八线117公里，工程人员正伫咧清除一寡放来石头，要互车过。不过山壁顶一直有石头落来，到4点外时阵，规个放来，不加在管制人员赶紧将路封起，工程人员也赶紧离开，无造成伤亡。为维护用路民众安全，已经16时道路封闭，关延至洛少路段，并预定以明日中午12时前视边坡状况以及讲修进度开放东行。
这边放来了，佮连续放几落遍，炖掉的土椒有到3500立方公尺，而且不时也佮石头落来，现场佮大雾雾看袂清楚，所以决定暗时落风险。最近因为天气不稳定，山区雨一直落，造成中型公路不时会团做山崩的意外，路拢袂通。4月16日开放高洞以下货车会当再会通行，20第一天恢复普通市山崩通行，就搁再发生严重的崩山意外，公路总局提醒用路人，若是无必要，莫行山区的路，甲道路通做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再加乡亲做伙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华视新闻将透早的新闻突锤，下边的新闻走马灯上新的消息的所在，雄雄走出来新北市，和中国军方的炸弹弹着。有看到这新闻的民众是拢错一条，水保府赶紧处理，也毋过新闻已经放送出去啊，嘛造成民众惊吓。华视的代理总经理，嘛是新闻台台长陈嘉玲，昨昏下晡随召开自律委员会，讲伊会向董事会自请处分，嘛有录影片伫新闻当中向全国的民众回示的。来看中国时报，国发会主委景明鑫昨表示，加强节能、加强电动的韧性，提悬欠电的系统，这是咱国家未来10档上界要紧的工作。针对企业甲民众是烦恼讲未来用较侪再生能源，安尼电费钱减袂起。伊表示是拄啊好颠倒饼，但技术愈来愈成熟，经济规模愈来愈大，风电、光电到2005年的时，会是上界上的能源。来看自由时报。快台国家队正式成军，长期的目标是1个月要生产4000万支。自由时报有报讲，到5月份的时，产量有机会会抢到1000万支。咱总统蔡文昨嘛表示，政府已经有向国外买1亿支的快台汽车落订单，所以这价销会压伫100块左右。价销压价做好配送，互大家拢买有，这是政府目前上要紧的代志。新北市一直拢是病例数上侪县市，昨昏有新增加822例本土病例。第二就是台北市，台北市昨昏有471例。双北的市长即马是拢真烦恼，讲疫情压袂落来，嘛呼吁民众一定要加强防疫。为前一天的583例，新北市20新增加本土病例822例。目前全市居家照护1885人，居家隔离16771人，各家社区体检站阳性率持续升高。市长侯友宜坦白讲，疫情已经出现指数型升高。预估明天有可能会破1000例。我们用这样一个主事情来算，我们就可以看到新北市的社区筛检站的阳性率，从上礼拜一0.94一直往上走，走到今天是2.08，还有很多的隐形传播链。侯友宜讲，新北市是全国上早试办确诊者居家照护，20拄好满10天，所以已经有确诊者解除隔离。这项制度伫台北市拄试办2天，20全面开办。本身是医师的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目前台湾社区感染已经发生，尤其全国单日本土确诊已经超过2000例，台北市也有471例，检疫所也是专职旅馆已经无法度负担，确诊者居家照护是必然的。伊烦恼目前疫情只是开始，未来中重症甲死亡人数的比率可能会增加。即马市政府重点放伫希望减慢传染速度，以免防疫体系规个失控。这个新增案例曲线后面大概2个礼拜左右。重度的病症到10万案例还在后面才慢慢上来。但是我们整个防疫的战术要改变，我们现在务实，我们现在是只求传染的扩张速度不要太快。我们现在已经放弃清零。另外，因为确诊人数伤济，台北市一调为原本向前调查时间减少为2天。考虑对象包括做伙大的亲人，工作地点是作为4科练等的同事，校园是高中以下学生囡仔共班同学，也是大学以上学生密切接触者。若是餐厅是共桌用餐的人，也甲其他封闭的空间斗阵的时间伤久的，即马开始也无公布行大过所在。郭文哲建议市民应该爱对所有的环境拢有警觉。另外，为了避免新北市2岁细汉囡仔等待救护车危险的代志发生，即马开始，居家照护确诊者、居家隔离者，也甲居家检疫的人，拢会当请求医救救护车紧急协助，来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那台北市昨昏是全面启动轻症的确诊者踮厝内照护，12个行政区拢有关怀人员看头看尾提供协助，亲像斗三共倒粪扫送食的，只要有需求拢会协助。那送药这部分是由社区的药局在西药房的斗三共。喂，徐阿姨，药品送到喽，你们可以出来拿了。甲药拿甲处方签放伫确诊者门口，面罩、手套、喙暗是基本配备。台北市2站伫12行政区办理确诊者居家照护，原本就药师送药到厝，即马是居家照护上界重要医疗支持。当然，如果说你有亲友可以帮忙领，还是以亲友代领；如果没有的话，就由我们的药师工会那么来提供送药的服务。它可能就不是慢性处方签而已。它可能有一般性的处方签，那一般性的处方签的话，就会有给付上面到多少钱需要给付多少的部分负担。如果说有相关的收费的话，就看政府怎么样配套。除了药物，其他生活需要也甲病房诊疗嘛，真重要。但是你想看医生，就像我们一般想看医生的话，我给你一个中小医院的电话，你可以直接做线上视讯的问诊，好不好？电话一通线一通，除了解答确诊者，也是居家隔离因的疑问。关怀中心无会主动打电话关怀因的健康状况，另外发送关怀包嘛是重要任务。关怀包内底有大牛、牛体温的喙暗，还有2组快台气剂、2个粪扫袋啊。这个部分环保局他们还是一样需要的一个垃圾清运的一个状况，他们会随时滚动式的跟厂商合作来调整。本所10天会当协助清运2届，厝内宠物若是有就医需求，原来会当由动保处提供协助，当然也有协助送餐。另外，居家照护民众，若做身体出现紧急状况，为了避免关怀中心电话占线影响病情，也当直接卡119寻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22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2481例，目前咱台湾这阵病例已经超过4万例，是40186例。中国的病例伫 WTO 的通报数字是超过98万例。日本是超过749万例，韩国超过16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国家英国有2700万例，法国有2700万例。继续关心俄罗斯成功试射会当挂核子武器的弹道飞弹，总统普廷是表示，这当互敌人唔敢冲锋，做决定进前爱想好斟酌。那乌克兰南部重要钢琴马利坡的钢铁厂强要收袂掉啊，严格指挥官坚持绝对袂投降。乌克兰即马针对马利坡的局势嘛，已经做好准备，讲会当无条件来谈判。俄罗斯军方伫咧北部普列塞茨克成功发射一档炸核武器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总统普京发表谈话，恭喜军方。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уникальное оружие будет укреплять боевой потенциал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надежно обеспечи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от внешних угроз и заставит задуматься тех, кто в полуоголтело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риторике пытается угрожать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乌克兰一位指挥官甲美国 CNN 讲，乌军伫南部重要港市马里坡抵抗俄军的攻势。最后一个由乌军控制地点，也就是一座钢铁厂，目前情形正危急，有几多百位平民伫咧内面避难。伊的部队听见只个会当各挡几点钟啊尔，要求援助，也毋过绝对袂投降。市长希望抑阁伫咧当地百姓对这条人道通道撤离，路边有大巴士等咧要载人离开，也毋过来的人无按算会做。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波多利亚科伫推特讲，是无条件，阮准备伫咧马里坡办一场特别谈判，1对1、2对2。伊讲，这个提议是为了要救阮的人，也输赢军队、平民、活掉甲受伤的人。总统泽伦斯基是讲，伊希望有甲俄罗斯换政府、甲换马里坡百姓甲军队通行安全的准备，也随时会当甲普廷讨论结束战争。也毋过，伊认为俄罗斯敢若无打算要和平解决。Щодо пана Піскова, нічого про це не чув, точно нічого не бачив. Непогано раніше грав в футбол
в мирний час. Тут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що він сам з собою грає в футбол, пан Пєсков. 俄羅斯總統發言人佩斯科夫20講，已經交予俄羅斯一份講了正明確嘅談判協議文件草案，正伫咧等回應，也講球即馬伫咧烏克蘭嘅手頭，批評支付嘅立場變來變去，只敢若會互效果愈來愈害。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國際貨幣基金 IMF 19公布上新全世界經濟展望，受疫情影響，加上國際商務戰事，2022年成長預測是對1月份的4.4%降到3.6%。俄烏戰爭持續進行，其中俄羅斯和國際經濟加重制裁，能源出口差不多斷去。烏克蘭是受到戰爭破壞，也甲真濟難民走出去，主要出口的大宗物資大量減少。Like seismic waves, its effect will propagate far and wide through commodity markets, trade, and financial linkages. Russia is a major supplier of oil, gas, and metals, and together with Ukraine, of wheat and corn. Reduced supplies of these commodities have driven their prices up sharply. 路透社報道指出，俄羅斯原本是全球第2大石油出口國，不過在經濟制裁情況下，出口差不多攏斷去。再加上利比亞石油出口原來有問題，美國嘅石油存量頂禮拜減少450萬桶，這些因素攏讓國際油價維持在每桶100美金以上。當然，俄烏戰爭唔是唯一衝擊全球經濟嘅因素，影響2年嘅新冠病毒疫情破壞力也真大。IMF 指出，除了這些先進國家，袂少開發中國家攏是出口能源佮進口糧食，所以這些開發中國家嘅經濟受傷會比先進國家更加嚴重。但是近期來是毋是會出現，親像1970年代程度性平中，也就是世界物價物價同時起，這些經濟學家攏是以謹慎嘅態度佇看待。公司新聞徐家人編譯。來關心強要破產的斯里蘭卡通貨膨脹亂象是真驚人，一寡所在烏白化價，一天內就甲油的價格起6成，人民是起甲爆炸。世界即馬攏有示威抗議，閣有要求總統落台聲音。因的警方佇拜二嘛頭擺開槍鎮壓，上報有造成1個人死亡，濟人受傷。地內一直聽到槍聲，警方開槍趕人，受傷的民眾趕緊走。斯里蘭卡發生經濟危機，4月攏發生抗爭。拜二佇咧科倫坡東邊90公里的拉巴卡納，警方第一遍開槍鎮壓示威的民眾，造成1個人死亡，12個人受傷，其中2個人情形真嚴重。警方講民眾占的鐵基路的口講袂聽，才會開槍。抗議民眾沿着公路自中部的城市坎迪行到科倫坡，抗議人排到115公里長。因抗議燃料無夠的危機愈來愈嚴重，拜二有人受傷，佇1天內就甲油價調起64%，高取消個人限量購買措施。幾落千位民眾已經連續11天佇總統佇咧海邊的辦公室外口示威，叫伊下台。හාරිමිල ආසුසර ගිහිල්ලා අපිට ජීවත් වෙන්න විදියක් නැහැ. ඒ නිසා අපිට පාරට බහින්න නැතුව වෙන කරන්න දෙයක් නැහැ නේ. අපි ආණ්ඩුව පළව හරින්න තමයි මේ පාරට බැස්සේ. 伫咧民眾的壓力下，總統戈塔巴耶8月中做雷果，甲3位家族的成員換掉。不過伊做總理的大兄繼續留任，也講會進行修憲在內的改革。 අද පවතින මේ අර්බුදය ඒ ජනතාව ඉල්ලපු මේ සිස්ටම් චේන්ජ් එක කරන්න හොඳ අවස්ථාවක්。斯里蘭卡今年有70億美金的債務到期，新財政部長8月已經甲 IMF 協商，希望會當有30億到40億美金的紓困援助。戈塔巴耶承認這項紓困計劃有卡化，也發聲明向人民道歉，不過民眾可能無法度接受。公司新聞詹慧敏編譯。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俄羅斯拍烏克蘭，特別2月日，根據聯合國上新的統計，已經有500多萬人離開烏克蘭，其中婦人人甲囡仔佔9成。來關心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昨昏佇 G20 財政部長會議頂懸，佇俄羅斯代表當地講話時，伊帶頭離開，抗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來看法國嘅大選，總統選舉只是這個禮拜日，特別進行第2輪嘅投票，選出總統。
昨昏因是举办电视辩论，马克宏甲马林勒庞互相指控对方甲俄罗斯行上歪。镜头佮等下咱国内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中科院研发几若年稳定打击火力雄性飞弹，今年特别大量生产。早暗分别伫屏东救兵基地、台东的新光定海基啊进行试射。我正在看。飞弹射出去了，声音正大声，火光正险，规个天顶光影影。现场真侪民众专工走来看。中科院顶个月取消飞弹的试射，20分别伫屏东的九鹏基地甲台东的新光定海边啊，重新试射无限管飞弹。另外，中科院研发几年的远程打击火力雄性飞弹，今年要开始量产，会一直到2025年。国防部送立法院的上新报告内面，就第一遍讲到雄性飞弹的种类加作战的效能。雄性飞弹又个叫做向2E地对地顺翼飞弹，有高步加线野两种飞弹头，分别针对指挥所、雷达站、导弹阵地、机场跑道进行攻击，射程1000到1200公里。包括强军东部战区的陆海空军加飞弹基地，包括东部战区空军10个军用机场中的9个，那东部战区海军3个主要基地中的2个，舟山跟上海。所以是说，可以说东部战区陆海空军、火箭军大部分的驻地都在这个1000公里的范围之内。这个飞弹是在中共确定要武力犯台的时候，要发起之前就先制打击。一次就要发射200枚，才能够造成共军的一些损害，才能够给这个国军争取时间。雄性飞弹甲向力飞弹用同一条生产线，两种合起来年产能有81粒。伫飞弹量产厂房今年6月完工启用了，产能会能到131粒，不过专家认为也是无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年一届的听众奥运，对去年底延到今年的5月份，后个月特别伫巴西举办。体育署伫昨下晡有举办授旗典礼，这届咱台湾队有39个选手参加比赛，希望会当继续创下好成绩。体育署授旗，互咱国要参加2022年南卡西亚斯听众奥运的代表团，而且送互因10万的加彩金。39个摕到参赛资格的选手。为4月2日开始，分做6批，下坐商务舱为土耳其转机去巴西的圣保罗，再搁我去巴西的南卡西亚斯。5月7日至15，要伫个听众奥运展现因练习的成果。这几年伫个世界听众女子100公尺下栏的项目，几啊摆破纪录的少年选手可乐讲，这是头一届参加听众奥运，是一个很特别的比赛，因为它是4年1次的比赛。那因为就是我觉得很感谢，也很幸运，我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鼓励，才能让我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毋但为着家己，可乐要为一路行来，甲伊鼓励朋友打拼。世界听众羽球的球后，心眼里是第3届参加听众奥运。2017年伫萨姆松的听众奥运，摕到女子双打银牌，甲混合团体的铜牌。这届希望会当摕到金牌。是希望可以在单打、还有专打、还有混双、还有团体的部分，可以夺牌这样子。预警的冠军会比较冒险，但是我们就是尽量排除一些顾虑，然后去尽量去感受。这39个选手会伫听众奥运参加电竞、羽毛球、乒乓、跆拳道、空手道、篮球、tennis 甲射击这8种运动竞赛。体育署希望因会当突破顶一届4个金牌、5块银牌，还佫有8块铜牌成绩。这届去入境巴西，为4月7日开始，毋免佫提供 PCR 阴性的证明，毋过要有完整注过疫苗的证明。团本部讲，79个队职员全部拢有符合资格，伊嘛会甲防疫做好，伫个运动场替台湾争取公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即马疫情当严重，嘛有一寡囡仔去怀着。屏东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个5岁以下囡仔确诊，若中部嘛有囡仔去怀着。各县市即马拢毋敢大意，因为这囡仔拢无做过预防针，会看进行来增加囡仔收治医疗量能，争取治疗的时间。一个看到这医护人员准备要来采检，囡仔惊甲是一直哭，疫情愈来愈严重，各县市囡仔确诊案例快速地增加。真侪病院也严格来应变，
台中营总表示，即阵19间的负压病房病床要够，也果若是拄到大量确诊个案时，将会来启动紧急调度，扩充量能。假癌重症毕竟需要到加护病房治疗的比例是相对低。如果真的量大的话，我们可能会把平常非 COVID-19 的病人就会排程的话，就会排得比较后面，可能优先来治疗这些 COVID-19 的病人。彰化县的外关市进行团报链已经有4个囡仔确诊，其中3个人是5岁以下。彰化县宣布，这要119接到地处检疫也是隔离的囡仔出现紧急的医疗警示，就会随送到儿童的专责病房来收治。免经卫生局的这个解除电子围篱的一个程序，我们就启动了我们儿童医院的医疗后送。那幼儿呢有状况就要快点把他送医。另外，婚姻馆一对双生啊、家弟啊，拢确诊，拢收治到病院。即阵2个人的症状拢也稳定。台中市20新增加76例本土个案，其中16个人无满10岁，上细汉的是8个月大的查某婴仔，这是属于外关市进香团的团报链。另外，屏东县在5岁以下确诊囡仔部分到20已经总计有13个人，拢是轻症也是无症状，收治伫集中检疫所。2个8个月大的囡仔因为有3个症状，转往高雄的病院来治疗。记者综合报道。那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要去游览一定要做3档预防针。旅行工会全联会即马统计讲，对这个政策宣布较单，真侪民众去退团，目前已经退5成以上，一超互因是了上百亿。来到台南正统的龙天门圣母又来进香，民众最暗时挂条条，日开始进香团甲会接触到无特定对象的旅行社、散客团这对象，拢爱主办3档的疫苗才好出团。15禁令宣布到即阵，业者退订电话接袂煞。旅行工会全联会统计，退团率已经5成，旅行社损失至少上百亿。收的这些取消费用，其实它也 cover 不了它的成本。比如说有40个，你剩下10个人，你还是要出啊，游览车成本。它的导游成本、它的食宿成本，它都增加了，所以它是出也赔，不出也赔啊。业者闭关有估，即个要去短期内难以提升，化为中央贷款的宽限期啊点延。观光局表示，已经邀请金融主管机关甲银行工会来研商。原则上会希望旅宿业者这边也可以从宽来处理。那如果有比较特殊的个案，我们这边观光局会来协助。新冠肺炎拍乱全球的经济，安怎发展？疫情了后，观光香山集团董事长吴文杰甲金华酒店董事长潘书良这人也提出建言。我们已经是一个强大的科技岛，但是我们另外一支观光岛，目前照我的观法是科技岛在这个地方，而观光岛只在这个地方。其实过去2年，台湾在全世界的能见度，不只是观光，我想是全方位的能见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其实我们台湾人渴望要出国，其实很多人也渴望来台湾。观光业提出建言，和政府参考安怎来推动疫情了的经济，中央也定调未来向有效疫情控管、甲病毒共存的方向来前进。不过确诊数一直创下新高，兼顾经济甲生活的新台湾模式，恐惊毋是短时间就法度来适应的。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4、5月啊，即阵当是梅仔大出的季节。今年的天气雨水量拢拄啊好，所以南投仁爱乡的梅仔毋那产量济，阁大粒。香港所嘛有举办活动，互游客家己试毋嘛。生的脆梅是侪人爱食的四手啊，毋过伊是安怎做出来，你敢知影？生脆梅的头一步，就是爱甲材先挖出来。刷落加粗盐烂梅啊，这步除了有杀菌的效果，佫当甲梅啊表面的毛根空拍开，安尼生才会入味。它的梅子我们要杀青，把毛细孔弄开以后，还有它的蒂头部分，因为你蒂头你不挖出来的话，它里面还是有一个苦涩的。前2步准备好了后，就会当摕钢推啊轻轻啊甲梅啊讲开，经过生盐、洗清水、离好干，落尾佫下汤水甲放起来就完成啊。因为即马梅仔正咧大出，南投仁爱乡办活动，专工互民众亲身试梅仔，推广仁爱乡的特产。除了有外地游客来参加，嘛有部落的少年人来体验。望甲部落的传统产业甲手艺学起来。了解一下部落老人家到底都在干嘛，很累啊，但其实还蛮开心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吧。因为如果我们原住民不做的话，可能就没有那种
那种味道啊。今天参与才知道说，制梅的过程，才知道流程是这样子做来。希望我制出来的脆梅啊，应该很棒。活动单位表示，这回活动除了做古早味的脆梅，嘛鼓励民众掺一寡天然的食材，做出属于家己口味的脆梅。仁爱乡公所望利用这边的活动，让外地游客来认识因的部落文化，了解因在地产业。记者总报道。那台南客家西瓜是特别大出啦，也毋过因为3月份顶个月有落大水雨，所以今年的收成会受影响，绩效就较悬淡薄啊。当地警察局最近嘛有成立空中的巡逻队，要防止西瓜掉贼头。客家分局一大队警察当咧整队准备勤务，毋拿出动空翕机、红外线摄影机、电子巡逻箱，阁有民间丢失的车牌辨识监视镜头等等的设备，要防止西瓜田掉贼头。佮配合当地巡守队，以无固定时间和路线的方式来巡视。运用科技方面，在各主要出入口都设置有太阳能爆闪灯，针对瓜田周边5处主要出入口加强监控。如果有可疑的歹徒驾驶车辆进入，可透过相关的影像资料进行查缉。台南客家的西瓜按算伫4月底采收。不过今年因为气候的影响，造成产量大大减少，伊个市场的价格会比英国搁较悬。过去平均1斤毋免10块，今年按算起到1斤15块，这嘛显示保护西瓜田的重要性。价效是真好无毋对，但是收成无，拢咧甲阮这帮忙甲阮顾啦。无论日时还是暝时伊拢咧甲阮顺。过去客家警方连续几多年掠着西瓜贼，保护西瓜田的成效受到肯定。4月15日，警方特别举办大会。出动40台机车、2台巡逻车，展现维护西瓜田治安的决心。相关的勤务会一直进行到月底，共同守护农民的心血。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云林拿来的露水溪水利发电所，在日本时代是正重要的发电设施，已经放入列作关键古迹。台电即马有拨1500万要整修，按算伫每年会当完工，到时就当开放予民众参观。1923年起伫云林拿来的落水水力发电厂，是全台湾唯一平原全流式的发电厂，利用落水溪、甲清水溪，佮有地形来发电，是为着提供嘉南大圳，佮有乌山头水库的工程用电来起的。一般发电厂都会是属于高山的，那这个是在平原里面盖了一个电厂哈。那当然了，这个在教育意义上哈，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了哈。落水发电厂一直到2004年，互认定做关键古迹，才停止使用。伫台湾的产业发展有重要的地位。加上这个电厂本身是砖瓦所起的巴洛克建筑，保存甲袂歹，内底阁有3台完整的发电机，也真有文化意义。即马台电也投入1500万的经费，要甲伊整修，恢复伊原底的模样。这栋建筑呢是一个无梁柱的一个建筑哈，那上面是一个斜顶的屋顶哈，那最主要还是这个房子已经会漏水了啊，那我们会做包括斜顶的这个屋顶呢，我们会做更新。另外呢，还是维持现有地板，那后来增加的一些东西，我们会把它移除掉哈，使它保持原有的这个原貌。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林内，它旁边有所谓的水利博物馆哈。还有我们的百年大圳，还有那个八卦池，这个都是可以来整体来规划一个观光轴心观光景点。工程按算伫明年3月、4月完工，整修好了后，也按算开放予民众参观。地方人士也望讲，会当结合拿来其他水文相关的景点，来促进当地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5一劳动节特别到位。5一劳动节的大游行，今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劳工团体要改伫总统府头前的凯道组织保庇游行。那劳工团体伫昨昏开记者会，讲今年主要的诉求包括对抗通货膨胀，要求加薪水、保年金，嘛要重视职业安全。要加薪，要治安保年金。
大声发出今年5亿行动的诉求。原底今年劳动节全台各工会甲劳动团体组成的5亿行动联盟要上街头游行，但是因为疫情改做定点的集会活动。联盟强调会按照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做好防疫措施。像我们全国产业总工会，我们有要求，今年5月1号参加的人员呢，一定要打满3剂以上。那我们在现场呢会有 QR code。实名制，今年疫情不一样比较严峻所以我们只是要求各工会来出动1个至2个人。今年的诉求伫薪资的部分，要求各行业拢应该加薪加到劳工有感觉，而且中央爱甲基本工资提悬到28000，来对抗物价大起。莫呼吁立法最低工资法，加做定期调整最低工资的法源。台湾的经济成长率110年的时候达到了6.28%，创下11年来的最高点，可是，在疫情期间，基层劳工的有人失业，有人无薪假，有人染疫，有人因为上班被迫遭到隔离，永无止境的一直飙涨。基层的劳工薪资可以说没有进步，而是退的。联盟嘛呼吁订定劳动教育促进法，让青年劳工探早认办劳动意识。伫咧劳保年金改革的部分，嘛呼吁以税收等方式来避免劳保破产，确保劳工退休后的权益。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即阵疫情紧张，照护人员的压力嘛真大。为着要减轻因的压力，工研院即马有开发出一套系统，唔免穿任何装置，就当监测病人的健康状况；唔免接触，就当降低烧危风险。人躺在眠床顶，透过这薄薄一片的珠啊，身躯顶完全免穿任何装置，就使侦测到心跳甲喘气。工研院研发这套生理侦测通报系统，大大降低照护人员甲隔离者接触的感染风险，也减轻照护人员的压力。为了降低这种接触的传染，所以我们透过这样远距离接触的方式，就可以量测到这些入住者的一个生理讯号。那这样子可以对于防疫的一个人员，它是一个降低他的一个负担。若是发生异常，系统会自动透过 APP 连面通知照护人员，避免隔离者发生危险以及感染风险。可以监测到他们的状况，而且如果有任何的状况，我们的饭店的人员也能够做及时的处理。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哈，因为这个防疫科技在这个未来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透过科技装置，照护人员轻松掌握隔离者的身体状况。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参防疫旅馆合作进行实际运作。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纪录片《和阿嬷的一张被》，透过学生访问时段，挖出台湾族群土地历史的故事甲议题。导演嘛发起公益放送的集资计划，希望这出纪录片会当行入去每一个角色，鼓励大家讲出家己的故事。家族的历史会当有啥物力量？原本是美术老师的陈慧玲发起倒叙集体记忆的计划，和学生访问阿公阿嬷少年时发生的代志，再去把这故事翕电影，成做一出台湾群体记忆的纪录片。迄个坑是偌大？要困的时候，脚袂使伸直了。所以就一直秘伫迄内底。是秘头18年。228事件受难者是如丁的小弟是如昌，讲出协助哥哥秘伫茶房密室的经过。倒叙集体记忆计划目前拖到台湾超过14个县市，100外的老师陪伴超过1万的学生，讲出家族的故事。陈慧玲导演也希望透过这出纪录片，继续推广人权教育。阮就想讲，要安怎把这个经验，伫学校内底经验转化成会当入去社区的工作坊。共装的少年啊，就去访问啊，按着因就爱记录啊，写文章啊，而且用手机起来直接翕啊，这就是足珍贵的民间的记忆。陈慧玲表示，即阵大家会惊讲人权，就是咧公正权，这是错误的。所以为3月中到4月底，伫网络发起电影公益播送的集资计划，设定3阶段的目标。除了校园、社区的巡回分享，嘛要将台湾的故事传去国外，和台湾人用家己的生活讲出倒叙的记忆。记者杨淑静、夏桂林新北市报道。
讲到日本，来看日本吉野家这间公司这2天闹出事件的风波，言多必失。这是一个商务董事去大学演讲的时，伊讲要向少年查某囡仔行销，就亲像爱互这单纯纯洁的查某囡仔食毒食甲调着，这是引起争议，批评伊是性别歧视。若吉野家公司嘛赶紧甲这个商务董事免职。日本的连锁餐厅吉野家这2天闹出性别歧视的风波，因为有一位商务董事伊东正明，顶礼拜伫咧早稻田大学演讲时阵，竟然讲要互纯洁的少女食牛丼，敢若食毒品共款食甲调的。田舎から出てきた右も左もわからない若い女の子を無垢生娘なうちに牛丼中毒にする。男に高い飯をおご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になれば絶対に食べないなどと発言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伊东证明本来伫咧外商做行销居家用品，要来吉野家了，负责产品的规划甲行销，目标是少年女性。早稻田大学本来想要借伊东伫业界经验，分享安怎针对少年世代行销，无想到讲伊所讲出性别歧视的言论，互听演讲的学员无法度接受。あの時だけの発言じゃなくて、結構普段も会議の中でそういった発想というか考えで話していたんじゃないのかな。私はジェンダーの部分だと思います。女性蔑視といいますか、っていうものはあっ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生娘います。今の時代に生娘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って田舎をバカにしてる。这件代志伫咧网络一直传了，吉野家母公司10月赶紧开临时董事会，甲伊东免职，同时讲会加强员工的训练。演讲的主办单位早稻田大学也甲伊东改评，并且向参加讲座的学生道歉。公司新闻齐欢玲编辑。再来做伙关心环境。澳洲南部出现济外来种的海星，会影响当地水域一寡物种的生存，所以有一阵子间就发起挽海星的行动。过去一冬已经拄到10万粒海星。澳洲南部塔斯马尼亚一阵创水人透早就落水，准备抓青大作战。这阵子间要听的是黄景元平地海星，因原本生存伫北太平洋、甲日本、俄国、中国北边、甲南韩洲回水域。40多年前，互人引入去澳洲南部，对当地生态造成正大影响，也危及保育类的斑点及旗鱼。所以一阵创水爱好者自去年自主发起到德文特河跳青。A bunch of friends got together to start with, and then we created a Facebook group, and more people just talked about it, came along. We try to run 3 cleanups a month. The whole purpose of this is to really try and keep the numbers down, to protect some of the really endangered species that we actually have in these areas. 每一摆差不多有40人参加，有的人甚至是全家大细拢出动。The first time I was out, it was like scooping them up. It was just came in with bags and bags and bags, which feels very fulfilling. But as we've been out here, there's definitely a lot less, and you have to search around for them. 过去一年已经消除10万粒海星，成果真好，因会继续努力，希望未来几年将平地海星数量减少真济，让当地生态恢复平衡。公司新闻7万人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过到了后，雨水就较减少啊，北部嘛转做济云，而且温度会回升。不过明仔下晡，阁有水汽会增加，北部、东半部阁有低降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9度，上悬有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